第8章，如今遐个伫基督耶稣内就无定罪啦，因为使生命圣灵的律伫基督耶稣内透放我，互我脱离罪甲死的律。律法既然因为肉体软弱有所袂会行的，上帝就差遣家己的囝，正做罪身的形状，做赎罪祭，伫肉体中定罪案，互律法的义成就伫咱这未顺坦肉体，只顺坦圣灵的人身顶。因为随坦肉体的人体贴肉体，随坦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体贴肉体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。原来体贴肉体就是甲上帝做对敌，因为无服上帝的律法，也是袂会服，而且属肉体的人袂会得到上帝的欢喜。如果上帝的灵踮伫恁心内，恁就无属肉体，就是属圣灵。人若无基督的灵，就毋是属基督的。基督若伫恁的心内，身体就因为罪来死，心灵却因为义来活。总是互耶稣对死来过活的灵，若踮伫恁心内，迄个互基督耶稣对死来过活的，也的确食着踮伫恁心内的圣灵，互恁的确死的身体过活起来。兄弟啊，安尼看来，咱并毋是欠肉体的罪去顺坦肉体活的。恁若顺坦肉体活的，就的确要死。若是靠着圣灵治死身体恶行，的确要活的。因为凡若互上帝的灵引出来，拢是上帝的囝。恁所受的，毋是奴仆的心，照旧行兄所受的，就是囝儿的心。因为安尼，咱呼叫阿爸爸，圣灵甲咱的心三甲见证，咱是上帝的囝儿。既然是囝儿，就是好事，就是上帝的好事，甲基督三甲做好事。如果咱甲伊三甲受苦，也的确甲伊三甲得到荣耀。我想现在的苦楚，若比起将来要显得咱的荣耀，就无够额挂伊啦。受造的物，切切毋望听候上帝的正经显出来，因为受造的物，伏伫虚空的下面，毋是家己愿意的，就是因为迄个互伊安尼的，总是受造的物，有缘毋望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享上帝囝儿自由的荣耀。咱知影一切受造的物，三甲土气劳苦，直到如今。不但安尼，就是咱这个有圣灵初结的果子，也是家己心内土气，听候得到囝儿的名分，就是咱的身体得赎。咱得赎是在的仰望，只是所看见的仰望，毋是仰望，一嘴搁仰望伊所看见的呢？总是咱若仰望迄个所袂会看见的，就的确吞忍听候。况且咱的软弱有圣灵帮赞，咱本毋知着怎样祈祷，只是圣灵家己用讲袂出来的吐气，替咱祈祷。监察人心的，知影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上帝的旨意
替圣徒祈求。咱知影万事拢互相效力，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，就是照伊旨意受召的人，因为伊大生所在的人，就是大生定落效法伊囝儿的模样，互伊囝儿伫真侪兄弟中做大囝。大生所定落的人，搁调因来；所调来的人，搁称因做义；所称做义的人，搁互因得到荣耀。既然是安尼，也有甚物通讲呢？上帝若帮助咱，一罪会抵挡咱呢？上帝既然无疼惜家己的囝儿，为咱众人放杀，减无也将万物甲伊三甲白白的赐互咱吗？一罪会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？有上帝称因做义，一罪会定因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，而且对世来搁活，现今伫上帝的正边，也替咱祈求。一罪会互咱甲基督的疼隔绝呢？减是患难嘛，是困苦嘛，是困迫嘛，是夭餓嘛，是赤身裸体嘛，是危险嘛，是刀劍嘛。亲像圣经顶所记，我为恁的缘故，终日受抬，人看阮亲像得要抬的羊，总是我靠听阮的主，伫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存，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活，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有灵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伫高位的，是伫低的所在，是别的受造的物，拢袂会互阮甲上帝的疼隔绝。这个疼是伫阮的主基督耶稣内面的。